所有伫咱兄母内底所有兄弟姊妹甲亲人朋友，大家平安。咱要去一摆三甲主日，伫今仔日三甲用线上的直播来做伙敬拜上帝。请你会当邀请你的朋友甲你的亲人，像礼拜日咱上正式的活动，三甲安静心，分别做成三甲来敬拜咱的主上帝。你嘛会当将你的手机连接咱这 QR code，然后如果是主日学小朋友，你当邀请去因的房间，互因家己来看咱题目区主日学或者 QR code 的粉砖。咱三甲伫敬拜的内底，三甲来敬拜上帝。咱教会的直播有脸书甲这 YouTube， 请你拢会当日后你会当将这影片，甚至将这图片。会当互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做连结，邀请伊三甲来敬拜上帝。每一摆当咱三甲主日的时，我相信拢是咱奉献上宝贵的时间。我嘛相信上帝伊爱咱，陪伴咱的心，三甲来敬拜上帝。好毋好？这个时阵，我需要邀请咱做伙三甲伫今仔日下礼拜的中间。如果你若已经入来伫咱线上内底的兄弟姊妹，请你伫下底面的留言跟大家说平安，我加入了。好，平安，今天很高兴认识大家。今天我们一起敬拜，用你的话语，我们在云端里面，在线上里面，还是可以彼此问候的。所以邀请大家，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做更不一样的参与这个直播的行动。好，邀请各位能够在下面的地方来做留言，做一个签到的步骤。好，邀请大家一起来配合。今天牧师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在敬拜以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我相信，当我们愿意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神喜悦我们的祷告。虽然疫情多么的令人害怕，但是只要祷告，神要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咱做伙来为着咱全国伫疫情进入，要安怎样接受这疫苗，会当帮助咱国人，会当进入一个安全的环境甲繁杂的所在。咱求上帝来帮助咱，透过咱祈祷，透过政府咱为因的祈祷，互咱整个所需要疫苗，拢会当一次到位。咱做伙同心来恳求。主耶稣，阮感谢你，天父上帝，你是阮拯救生命的帮助者。主啊，阮来到主你的面前，阮清楚知，主你捌甲阮讲，你要互阮得到好，得到医治，得到帮助。这是上帝你互阮上美好的应允。但总是，阮着爱大声来到主你的面前，用祈祷安静的心来向主你恳求。求上帝，你将这款的恩典，将这款的祝福来赏赐伫阮在座的兄弟姊妹，互阮三甲伫祈祷的中间来领受平安的快乐。愿上帝你赐福伫阮台湾所有的政府官员，甲所有的台湾人，互阮三甲伫祈祷的中间安静的内底来得到平安的心。上帝啊，阮需要上帝你互阮上好的疫苗，互阮上好的抵抗力，互阮会当抵抗伫即摆上严重的这个 COVID-19 所带来全球生命的威胁。主啊，阮无要互魔鬼通过这个无好的物件来成做阮生命的杀害。阮着爱伫这个危急的中间，更加用祈祷来向主你恳求。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成做阮台湾人国民。所有的人用祈祷来向主你恳求，因为你是即摆的疫情上要紧的关键，就是阮来到主你面前来向主你恳求。主你爱阮大声谦卑来到主你面前，愿上帝你将医治的快乐赏赐伫阮全国的人民，甲所有的疾病者。愿上帝你互阮度过这个人生上要紧的关键。主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
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第二，咱要继续来为着咱全国所有的教会，伫每一个牧者、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着爱敬嘉。虽然无伫实体的礼拜，我们没有实体礼拜，但是我们依然在线上一样要能够亲近神。我知道有很多的教会因为设备的缺乏，甚至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做直播的系统，教会就完全停止聚会。所以兄弟姊妹伊无法度通能亲近上帝。所以你伫咱伫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你有咧观看这兄弟，咱就要为着安尼的事来献上祈祷，感谢上帝。咱的教会会使用这个直播，会当甲咱的兄弟做伙来敬拜。但是咱嘛就要为着咱全国遐无法度通做直播的兄弟，为着因的心灵，为着因的家庭，甚至为着这个牧者甲同工来献上恳求，求上帝互因有智慧，会当好好三甲伫安静的中间，家己要安怎伫家庭的中间做这段来敬拜上帝。咱为着安尼事来三甲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你爱阮，就爱时时敬拜主，时时用恶乐的生命来回应上帝。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全台湾的教会甲兄弟姊妹，有人因为停止实体的礼拜，煞无法度通来亲近上帝的时，求你安慰因的心，求你搁一摆勇壮因的心灵，互因定心勇壮，伫祈祷、伫灵修、伫甲主你的关系中间，伫家庭的内底，拢会当正做这段来做圣殿的祭，用祈祷、用恶乐来做敬拜。哈利路亚！主阮的上帝，阮恳求上帝，你嘛帮助阮，互阮听到今仔日，阮三甲领受这个信息的兄弟姊妹，阮拢会当鼓励有侪无法度通用网络来做伙观看直播礼拜的兄弟姊妹。求上帝你帮助阮，透过关心，透过扶持，透过分享，阮有缘建立彼此美好的关系。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互阮伫困难的中间，你要有缘真做阮生命的拯救甲帮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第三，咱要做伙来为着咱的肢体来祈祷，全球全台湾，咱拢更加伫这个危难的时阵，大家彼此就爱更加用鼓励，互相谅解，互相用同理心来互相相款待。这个拜牧师看见新闻媒体，这医护人员有侪国人、台湾人看到医护人员靠近伊的时阵，用酒精咧甲因喷，嫌讲因有毒危险。兄弟姊妹，其实无人爱伫迄个环境中间，咱就爱同理。当咱拄到的时阵，就是遮个人在帮助咱，所以咱就爱更加用一粒怜悯人的心，三甲用彼此关怀，伫这个国家在面对这个无形的病毒的中间，我相信人的心就爱更加爱正向，更加就爱有善良的心，有怜悯的心。咱做伙来甲所有上帝去求讨，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有一粒有疼心、怜悯人的心。咱三甲同心来恳求，主耶稣，阮主你恳求，阮感谢你，因为你大声听阮，互阮明白什么叫做听。一个听至微细，你甲阮教导这要紧的真理。总是阮伫这国家危难，有侪病毒看袂到无形的中间，阮就爱更加勇敢徛在，做一个有疼心的人。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人甲人彼此的关系，无因为距离保持社交距离，煞影响到阮人甲人的关系。阮倒转，阮就爱更加用正向、用善良、用好款待。用怜悯、疼助你的心，会迄款的疼心来彼此包容。愿上帝你带领台湾的国民，
互阮每一个人伫这危难彼此有社交距离的时间内底，阮要有缘用笑容、用彼此鼓励的话来相款待。愿上帝你赐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甲阮每一个台湾人。愿上帝你赐福阮平安来度过台湾人以及全球每一个咧经历 COVID-19 所带来生命危难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诚细帮你帮助，带领阮经历这个困难，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欢迎今仔日咱三甲伫主的面前敬拜主上帝的兄弟，邀请你用你边仔兄弟姊妹甲伊讲，主要通过今仔日圣经的话，甲今日的敬拜，祝福你的生命。咱的主上帝甲咱讲，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拢着爱时常倚靠伊、学乐伊。无论环境安怎危难，无论环境安怎困难，咱拢有缘爱用学乐来回应主。咱三甲伫主的面前来学乐上帝，咱三甲来学乐。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刻苦享受善用。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煞。来，一摆甲主讲，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刻苦享受善用。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煞。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拍落。伫你无所求，早知今知，永远的主，多多你，堪得尊崇甲荣耀。咱家己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咱甲主讲，我要举手来学乐，来宣扬，因为上帝伊是值得咱来学乐的上帝，伊是配得咱来称颂的上帝，因为伊所行所做，拢是要爱咱，诚做一个敬拜伊的人。咱的上帝听咱更加伫这个困难的环境的中间，咱就要用学乐的声音来学乐上帝的所做。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常常伫伊的面头前，诚做一个会晓学乐的人。无论环境安怎困难，我相信上帝喜爱咱用学乐的声来到伊面前。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刻苦享受善用。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煞。万军的军，万王的王，我拍落伫你无所求。早知永远的主，多多你。堪得尊崇甲荣耀。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刻苦享受善用。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煞，我学乐耶和华，我亲像耶和华，
咱甲主讲，我要举手双手来宣扬，因为达得俄勒的上帝，伊是配得咱称颂的上帝。咱的主上帝爱咱用诚心来敬拜伊。咱三甲伫主的面前，咱用俄勒来甲主的面前。我俄勒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故乡就算有，我俄勒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无衰，我信心敬拜永无衰。主，我感谢你。无论环境如何，阮的心要悠远地敬拜俄勒你，因为你配得阮俄勒，配得阮尊重。无论环境安怎困难，阮要悠远地俄勒主上帝，因为凡行事拢有上帝你排比的意思。愿上帝你诚做阮的帮赞，引带阮，互阮常常来到主你面前俄勒，感谢主，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你边兄弟姊妹讲，我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这个时，邀请咱做伙来做念修读圣经，来做咱信仰告别。咱每一摆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咱就爱有信心，搁一摆甲上帝平心立约。咱做伙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庭，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上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救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时，咱三甲做伙来启应，启应文59篇，由兄弟来启，请姊妹来应啦吼。所以邀请咱由牧师我来启，若如果你一个人，请咱做伙来应吼。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深信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就会得到救。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嘴宣认就会得到救。圣经有安尼记载：信伊的人袂得到死亡。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因为有共一位上帝是万民的主。伊爱丰丰富富祝福互所有求叫伊的人，因为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救。毋过因拢无信伊，哪会求叫伊？拢无听到，哪会信伊？拢无人传，哪会听到？拢无车牌，哪会传？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热，哪会遐水？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顺探即个福音。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呢？所以信是对听，听是听基督的话。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当然捌。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因的话传到天边海角。这时咱的诗班吼，因为即马圣歌队咱无法度通实体有圣歌队来献诗不过咱的指挥甲牧师咱伫每礼拜拢会牵咱几位当工5人以内的主进吼，来录制咱的献诗的段落吼，来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神圣诗294首，因所要献的叫圣哉，圣哉，圣哉。无论环境安怎困难，上帝拢要互咱知影，
拢有伊性格的所在。和散那归伫至悬的主，咱的上帝拢配伫咱来学乐。今日咱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以赛亚书57章14节到21节。上帝话安尼讲：有啥讲添悬添悬，避万路，对我的百姓的路中拄起迫害，因为遐个至悬至尊永远伫地。名叫做圣者的安尼讲，我徛起伫至悬至圣的所在，也甲心神痛悔谦卑的人三甲徛起，要互谦卑的人的心神搁活，也互痛悔的人的心搁活。我的确无永远争辩，也无久长受气，行了我所创造的人，因的心甲灵魂。伫我的面前垂览，因为伊贪心的做法，我就受气拍伊；我黄面受气，伊犹原回忆照伊的心意去行。我看伊所行的路，也要医好伊，搁要带伊，互伊甲遐个三甲伤心的人，搁得到安慰。我做要互因的喙。出恶乐的话，平安平安归乎归乎甲近的人，搁我要医好伊，这是耶和华讲的。独独歹人亲像野涌的海，未会平静，伊的水沁出污秽甲土米。属我的上帝讲，歹人的确袂平安。各位兄弟姊妹，相信每一个人伫即个时的中间，咱每一个人的心拢非常的着急，甚至甲我拢相款。咱咧着急者，咱咧着急疫苗到底来了没？
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你旁边的家人朋友说，主要为我们预备，主要为我们预备，上帝为咱备办什么？今仔日牧师要用一个主题，跟咱做伙来分享。咱讲上帝啊，求你医治我。上帝啊，求你医治我。上帝啊，求你医治我，唔是代表讲咱唔免安怎，咱唔免接受这个疫苗。牧师唔是这个意思。牧师的意思就是讲，在这个环境危险的中间，咱拢真着急的内底，咱到底要安怎样用一个正确的生命来面对今麦的情景？兄弟姊妹，到底什么时阵台湾的疫苗救命解药才会当真正互咱来施打？但是咱要思考，一定有人会想讲，啊，这疫苗拍了佫会啥？有后遗症无？甚至安全性无？啊，甚至这病毒对咱的身躯敢佫有侵犯无？其实这拢还佫有哦。根据报道，其实这个疫苗唔是代表讲啊，你接触了照这个施打了，你就袂佫得着。所以咱看最近的新闻后拍了4天就佫得着啊。所以咱心内拢会着急，到底咱爱拍无？啊，甚至到底有会员无？兄弟姊妹，上帝伫今仔日的圣经内有应允，伊要医治咱，要帮助咱。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一段非常宝贵的一段上帝的话。伊记载以赛亚书57章第1节到第2节，伊内底咧讲起讲，全国整个充满邪恶的世代内面，只有义人，甚至义人拢安怎，拢过身去，因为这环境恶化来过身，无人甲伊纪念，甚至有诶安怎，佮早过身去。甚至圣经内面讲，因的过身，因的结束生命，是要会当互因免得至到面对伫将来迄个大刑罚，是一个变相的祝福啊！我感觉这真有意思。我嘛时常咧思考，到底即摆的 COVID-19， 今仔日台湾有100几位的兄弟姊妹，伊来离开世间，有几位有可能嘛是基督徒啊？嘛是信主的啊，但是我咧想，啥怎上帝互伊拄着即款的危难？咱嘛咧想，咱今日的基督徒，这是到底是上帝什么意思？兄弟姊妹，如果你若继续来看以赛亚书57章的11节到13节，内底咧讲起以赛亚咧讲起整个的社会责备百姓的对立。伫迄中间的生活的每一个人，有义人，有敬虔的义人，但是伫迄个中间，人甲人的中间，拢充满着不安。兄弟姊妹，我伫咧想，这敢跟今仔日咱咧面对这个 COVID-19 的情景，敢毋是相款嘛？兄弟姊妹，以赛亚书57章，上帝爱以色列百姓来面对，所以这以色列百姓因咧求上帝。因甲上帝求啥？求医治的工课。上帝甲这以色列百姓的人讲，上好的内容嘛是一个上好的时间，就是咱着爱定心倒转来到伫主的面头前，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成做一个忧伤、痛悔、谦卑的人。过去咱环境拢真舒适、安全的时阵。咱常常咧讲，上帝固守踮伫迄个忧伤痛悔的人、谦卑的人的心内你无啥物感觉。但是今仔日你的生命若拄着危难、环境非常不安的时阵我感觉这个时阵，所有的人、所有的基督徒，迄个心境甲我相款，拢共款了解什么叫做忧伤痛悔的心。咱非常的谦卑，知影讲哇。原来咱的生命就是这么的微小，这么的不足。即便你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即便你是一个非常强壮的人，但是遇到了 COVID-19 一个无形的病毒，什么人拢同款。所以兄弟姊妹，圣经内面耶和华上帝安怎讲？伊讲添权，卑办道路，
对我的百姓的路中安怎拄起踢界？牧师嘛相款要甲咱讲，伫你的生命中间，你有甚物款的踢界？你甲上帝密切的关系，要安怎踢界？你甲上帝迄个要紧的关系是甚物？只有你知影。你的心要阁骄傲吗？你的心要阁伫遐讲，吼，我阁作勇的嘛？你阁咧想讲，我有足侪财富，我有法度通找上好的医生嘛？兄弟姊妹，今仔日上帝要甲咱讲，今仔日上帝透过这疫情，咧甲所有全球的百姓、人民，咧讲一个要紧的真理，就是爱人爱明白。咱的生命，咱拢有生命的踢界，但是咱爱清楚知影，亲像今仔圣经在以赛亚书第57章15节所讲，伊讲，因为迄个至权至尊永远伫地的上帝嘛，名叫做啥？叫做圣者。安尼讲，这个上帝伊捌安尼讲，伊讲我徛起伫至权至圣的所在。哦，上帝吼，这毋是。伊是神伫讲哦，毋是神伫写了，写讲安怎？写上帝主耶和华上帝爱伊讲的哦，甚至讲啥？主耶和华上帝讲，我徛起伫至权至圣所在，也甲迄个啥心神痛悔谦卑的人三甲徛起。咱通常吼，咱若看一个神吼，看一个人吼，高高在上吼，你会感觉讲伊甲你有一个距离。但是我感觉上帝足疼啦。这段圣经在吼，毋若讲上帝伊家己讲伊家己的身份，伊讲伊家己的身份是徛起伫至权至圣的所在。但是伊佫讲哦，也甲心神痛悔谦卑的人三甲徛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学习一个心神痛悔谦卑的人。咱做伙来成做一个心神痛悔谦卑的人，兄弟姊妹，无人拢会当活伫安全的内底，只有咱成做一个心神痛悔的人，谦卑的人。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大声成做安尼的人。上帝要踮伫咱的心内，上帝医治才会开始伫咱的生命中间来产生。所以，当咱拄着疫情的中间，咱会问讲：上帝啊，你伫叨落？但是上帝足明确咧甲咱讲，我就是甲心神痛悔的人、谦卑的人相比。兄弟姊妹，上帝爱咱谦卑，要做啥？所以讲，哇，我即摆拢毋免去礼拜啊，吼，嘛无实体的礼拜啊，嘛毋免去找什么人啊，有够好诶，我拢踮厝看我的电视节目，我足安全。兄弟姊妹。这不是上帝的心意，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家人说一下，这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爱咱定心用祈祷来到伊的面头前。所以虽然教会已经停止实体的礼拜，但是牧师要邀请咱，这礼拜三，这个礼拜三，如果你有看到这一则消息的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不是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欢迎你，邀请你一起加入。在我们的线上，在我们的线上的讯息下方，我们会做这个Google Meet 线上的即时的，我们线上的一起的祷告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也让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我们虽然没有办法实体看到对方，但是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经历神的医治跟平安的保守。第二，咱今仔日要安怎做伙来应主求祷，互上帝来医治咱？第二个要紧的一个关键吼，就是今仔圣经在内面所讲16节到17节来讲，我的确无永远争辩，也无久长生气，惊了我所创造的人，因的心甲灵魂伫我的面前安怎衰烂？因为注意哦。后壁这句17节所讲的，就是原因啦。是安怎上帝生气？咱茫想讲上帝袂生气哦。哦，上帝啊，你看安尼，互阮全世界吼拄着安尼，阮安尼信靠你。但是上帝吼，伊嘛有伊的权柄呢，伊嘛有伊的时间、立你的时间呢。上帝伊知影，咱人拢有贪恋的罪，
贪恋的罪是啥？兄弟姊妹，什么是叫做贪恋的罪？咱爱知影吼，有一个故事安尼讲，有一个故事讲，捌有一个山谷内底吼，这个涓涓细流吼，有这泉源的水吼，伫遐滴，拄仔咧滴的中间，拄仔有一个若亲像一个烂吼，一个凹凹的所在吼，伫迄个所在，这水安尼滴的所在，迄内底吼有即个金沙啊，就是金啊。这金仔呢，有一日呢，有一个咧错柴的老人，伊拄仔咧要啉水，拄仔靠近的时阵，看着这，哇，这内面竟然有金啊！哦，伊心偌欢喜呢，就安怎将这金仔攞来刻走。对迄摆了后，伊每10天、每半个月，伊就拢会去到迄个所在，将这金仔安怎甲刻过。这个老人呢，这个错柴的老人呢，伊拢守口如瓶，但是伊厝里的因后生拢知影。伊的后生发现这样代志的时阵伊就埋怨伊的老爸，讲爸爸，你无应该隐瞒这个事实，我早就拢知影，你偷偷这啥？这个掩盖你偷取了这个黄金的事实。所以呢，因这囝就甲因老爸讲其实咱得爱安怎？你其实会当将这山泉、这水泉，你捡金仔的所在，咱甲伊挖开，看迄内底还佫有足侪沙，咱甲伊刻出来，安尼咱就当变一个好嘢啦。后来呢，这个老爸想来讲，家己安尼遮聪明，想讲无互人知一招我靠也无想到，所以呢，伊就甲伊的后生就摕这工具，去到迄个山谷的所在，轻，就将迄山谷内底所有的这金仔拢甲挖走。有一摆呢，这个老爸伊就想讲我看无咱无啉一下酒的然后咱将咱今日所你讲的这个方法咱过来挖较济，拢甲挖完。但是这个爸仔囝因就开始伫咧挖的中间百思不得其解，够奇怪。这金仔是走去倒位啊？那安怎挖就是挖拢无啦。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后壁无结论。这个故事足简单咧，甲咱讲一个真要紧的真理。现今的咱有时敢毋是嘛？遮尔贪恋。我看见台湾人对旧年台湾会当度过这平安的一冬偌久以来，人拢真平安，大家拢伫遐娱乐，顺时钟啦，陈时中很棒，这个蔡英文很棒。但是咧，当开始进入台人的生命危急的时阵，人虽然顾性命，埋怨东埋怨西，怪东怪西，讲疫苗无来，我是会想讲这疫苗敢若足早的人就讲会使做啊，但是你敢做？你敢有去做？你若迄当时出来的时阵，你无去做。你无话去讲政府啦，因为政府早就已经互你会当去预约了，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想的是，哇，这个疫苗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副作用？各位弟兄姐妹，咱爱知影，有真侪人贪恋的心叫做啥？叫做你得袂到的，你开始安怎埋怨，但是你得得到的。你煞无要去改刻的时阵，煞伫遐咧讲啥？讲人安怎歹，讲迄安怎危险？人的心以往以来，拢是安怎为着家己。只要为着家己的，我认为迄人的贪心拢是有的。所以兄弟姊妹，咱来求主怜悯，求主帮助咱，咱来鼓励咱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来为着所有的医疗人员。甚至警察先生，甲遮个国家的领袖政客，咱就爱用同理的心来为着因来祈祷。咱毋通贪心，毋通贪恋的态度来去怪什么。但是我嘛当肯定，有时咱是徛伫
督责政府、督责社会，就爱往迄个正确应该爱做的事来去做提议甲建议。兄弟姊妹会记得，毋通有贪婪的心。当贪婪的心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其实拢会互上帝生气。上帝生气，就是上帝无要救你啊。但是感谢上帝，今仔圣经在上帝嘛要甲咱讲一个足要紧的真理，就是上帝要救咱。伫咱所看的圣经在18节到21节，特别伫18节甲19节伊讲我看见伊所行的路，也要医好伊，搁要带伊，互伊甲遐个三甲伤心的人，搁得到伊安慰。兄弟姊妹，19节上帝话讲，我要做，要互因的嘴安怎讲出恶乐的话。哇，上帝真的是奇妙，伊互人伫困境的中间，要互伊知影伊的嘴要安怎讲出恶乐的话，就是互伊伫困境的内底，享受伊平安。所以上帝话讲平安平安归互甲近的人，意思来讲，无法度通接触到这个消息信息的福音的人，以及朋友的人，拢通得到平安。所以兄弟姊妹，主讲我要学了你，我要医好伊啦。主讲我要医好伊。所以兄弟姊妹，咱免烦恼，上帝意爱咱伫这危难的中间，咱就爱更加徛在咱的信仰。兄弟姊妹，最后牧师要用一个故事来跟咱三甲鼓励甲分享。乌干达的总统，伫即摆新冠肺炎病毒的时阵，伊捌讲到一个要紧的一句话，甚至即个伊的演讲词真做全球公认是 COVID-19 的即个新冠肺炎病毒的演说来的最好的演说啦伊讲啥物呢？即个乌干达的总统叫卡古塔穆塞维尼，伊告诫所有的在 COVID-19 时期表现不佳，他告诫他的人民以宽改我用华语来讲那他说上帝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整个世界都需要他去照顾，他不能只是在乌干达这里照顾你们这一班白痴啊！哇，这个总统对他的人民这么说，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在遇到这种人在那种危险当中我们是不是像他所讲那个白痴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继续看下去，他怎么说的，看我们有没有同样他所说的那一些情况。他说，在战争当中没有人能够要求任何人待在室内，你会选择留在室内。实际上，如果你是在地下室，只要战火哪个的修整，只要战争持续不断，你就会一直待在那里。好像也是。现在我们好像就像战争时代就是大家只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很少很难可以这样随处的走动。在战争当中，他说你不会坚持自己的自由，你会愿意放弃那个自由来换取生存下来的机会。在战争当中，你不会抱怨饥饿，你会忍受饥饿，并祈求天父上帝你能够生存，有机会再去吃饭。不像我们现在的人不能买什么东西不能怎样哇，就开始抱怨。哇，这个总统又说了，他说在战争当中，你不会为了商店营业而去在那边争辩，你会赶快及时的把门关起来，然后为自己的活命来祷告，并且祈求这个战争早日过去，以便你可以重新获得那个生存的家园。他说，在战争当中，你会感恩上帝，你可以存活在有生命的土地上，亲眼看到新的一天。感谢主，我觉得这句话我非常的深感动。每一天早上，每一天早晨，
我们都要为了我们还有一口气在，我们没有因为那个病毒而让我们自己被隔离了，或者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而处在危难当中，我们要为此感谢神。这个总统他又说了，他说在战争当中，你不会担心孩子不上学了，你会祷告政府不要强迫他们去当兵了，而这些士兵，他们不用去受到那个什么，在那种困难当中去做一些很困难的训练工作。所以这是这个总统他讲到非常有意义、非常确实的，非常跟我们现在也有点像的一些话语。他说，世界目前处在一个战争状态，是一场没有枪支和弹药的战争，没有人类士兵的战争，是一场毫无国界的战争，没有停火协议的战争，也没有作战式的战争，没有神圣地带的战争。各位弟兄姐妹，他说这场战争当中的军队毫不留情，他没有任何人性。他这个是第三人称，这个他是一个物品的他这场战争这个他是不分青红皂白，他不会尊重儿童、妇女或崇拜的场所。这支军队对战利品毫无兴趣，毫无意愿去改变政权，毫不关心地底下的丰富矿产资源。他甚至对宗教、种族、意识形态、霸权都不感兴趣。他的野心与种族优势无关。他是一支看不见、脚步轻盈、残酷无情的军队。这个总统他说 ，COVID-19 这个疫情，他唯一的路就是什么？去收获死亡。各位弟兄姐妹，他继续说，他说只有在把整个世界变成尸横遍野的大屠杀场地之后，他才会满足他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这支军队他没有海陆，没有两栖，也没有空战部队的装备，他的基地就存在着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的移动并不会受到战争的公约协议的约束。简单言之，这是一支肆无忌惮的军队，它就是冠状病毒 COVID-19， 因为它就是在2019年所宣布的破坏性的存在跟意图。所以兄弟姊妹，他说这个总统他又继续说了一个，他说值得庆幸的好消息。他说 COVID-19 这支军队唯一的弱点，它可以击败，就是需要我们集体行动、纪律跟宽容。集体行动不是说群聚不是。他说 COVID-19 无法幸免在社交跟人关系当中的社交安全距离。只要我们人跟人之间保持一个社交安全距离，它就无法蓬勃发展。各位弟兄姐妹，现在不是哭泣的时候，像被宠坏的孩童那样哭泣我没有饭吃了，我没有事业，我没有怎么样。毕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这位总统讲，让我们保持耐心，让我们成为彼此弟兄姐妹互相的守护者。我们要彼此关怀，更多的爱跟鼓励，而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求主的医治，但是我们的生命也要进入一个更合神心意的态度跟生命状态。愿主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感谢你用你宝贵的话语来成做我生命的帮助甲瓦靠。主，我明白，在我的生命中，我时常在求讨我家己需要的代志。我需要我的事业，我需要我的经济，我需要我的环境，我需要
阮所眼睛所看到，但是主你爱甲我讲，通过你的话明确要甲阮讲，阮着爱大声成做一个忧伤痛悔谦卑的人，毋是伫外在互看起来谦卑的人，是伫当阮伫困境的内底，伫危难的中间，阮要有愿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阮生活的困难，来领受伫阮环境的困难，怎样有智慧、谦卑来祈祷智慧。求上帝你赐福阮，帮助阮，互阮的台湾国民，互阮兄弟姊妹，拢同齐为着台湾这片岛屿以及全球在面对 COVID-19 所带来危险的生命的问题的国家来恳求祈祷。求上帝你圣神毋若成做阮的帮衬，嘛成做阮生活上上好的帮助者。主，阮一家需要。阮人无法度通出去工作的时，有时阮无法度通付出阮的心力，通去服侍人、服侍上帝的时，主啊，阮拢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伫这安静时刻，更加着甲主你建立美好的关系，着时常灵修，时常祈祷，时常用装备阮家己的心，做无相款的备办。阮相信你要为阮开人生美好的橄榄地。互阮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互全国的人民、全国的教会，拢通好领受一个新的意象。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个时邀请咱做伙来吟圣诗，新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
时，请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奉献是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每一个伫主的面前，愿意用你的性命，用上帝所予你的性命所得来的金钱，互咱会当用咱的行动，甲咱的心意的心来奉献的回应。做伙，咱用咱的奉献来成做上帝所欢喜。也求上帝帮助咱做伙伫祈祷奉献的内底，咱会当三甲来领受上帝满满的祝福。请咱备办，将咱的金钱放伫咱手边所备办的奉献地，用一个信封袋，然后将你所写、所喜爱、关心的部分，咱将伊写落来，然后咱的同工会使去到伫咱兜来甲咱收将咱所记载的伫咱每一礼拜的周报的中间来牵出来互咱会当做记录来做查阅所以嘛邀请咱做伙毋免烦恼。虽然疫情的中间奉献无介方便，但总是如果你有需要一通电话来教会，阮会当派专人会当去到伫咱的府上来甲咱替甚至咱嘛会当等待疫情一段落，咱才来做伙来到主的面前来奉献。请咱做伙备办心，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的生命是上帝你所赏赐。现今当阮的心是何等渴慕什么叫做生命的平安？总是阮知，阮的心若无平静，阮袂晓得明白上帝你所赏赐生命美好的心意。当阮将阮的心区边，阮所得到的金钱，阮部分来奉献予主你，这是圣别，是圣洁的，是上帝你所看做好的，求主你来圣化、感恩，将阮所献的会当成做上帝你圣工的路用，也愿上帝你丰富阮、帮助阮、祝福阮。虽然疫情所带予阮可能工课上、金钱上、经济上的困难，总是愿向主你求，愿相信上帝你要搁一摆加倍赐福予阮，当阮诚心诚意奉献予主你的时，上帝你要搁一摆来补足阮所欠缺，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们。这时候，牧师要来做报告。伫要报告的大声，邀请你向你边仔身躯边的亲人甲朋友甲伊讲，今仔日真欢喜，咱做伙享受主的敬拜。今仔日咱真欢喜，做伙享受甲主亲近的敬拜。即马目前疫情进入台湾，希望会当得到一个疫苗的阶段咱台湾需要有充足的疫苗，才有法度通帮助全国的人民会当得到上好的这个疫苗来做施打。所以请咱伫这段时间，伫还未开始正式政府会当宣布予所有的国民来做施打这疫苗中间的时，请咱有若是爱做好防疫的守则，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甚至咱若有亲人对北部、中部、外地要来咱厝内，其实咱拢甲伊讲，暂时这段时间暂时撒慢者，以免有当时病毒咱看袂到。所以有当时这造成群聚感染，社区的群聚感染，所以嘛拢请咱做伙来配合政府的规定另外，咱伫这礼拜三呢，咱下暗8点到9点，咱会举行这 Google Meet 线上直播的祷告会，这是属于咱的教会直播的祷告会。所以请你会当你若看这影片你会当甲按暂停啦
按暂停，然后用笔把咱这个网址给抄落来，吼然后伫咱的手机网络的所在就给输入，吼会记伫后壁面，这网址的后壁面有一个 IGA dash PQED dash JCH 这个部分，这就是密码。所以，请咱会当伫 Google Meet 的中间，咱会当来做加入。所以，伫下暗7:50，牧师就会将这个线上直播的 Google Meet 我就会甲拍开。另外，如果恁无法度通操作，恁嘛会当伫大桥咱的 LINE 大桥关怀群组内面你会当牧师嘛会做一个这个连线直播啦所以请咱会当去做点选，就可以直接线上一起来祷告所以邀请咱毋免烦恼，其实互人看到咱毋免感觉讲歹势啦，我都无爱互人看到你会当甲你的镜头关起来但是阮会当知影你有加入啦所以请咱做伙咱用祈祷，咱嘛会当三个听到彼此的声音，用祈祷咱来建立一个要紧的网络，安全的网络。祷告是安全的，神也喜悦我们的祷告好另外咱的奉献牧师头拄嘛有小可报告着，就是请咱咱会当一个月一摆，咱家己摕来教会交互牧师，请牧师交互会员者，安尼就会使。另外，咱会当由这个会员指数咱会当私底下打电话，互会员指数也是治安，咱有定的时间甲地点会当车因去到咱的府上来甲咱摕奉献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配合。会记得咱伫记录的中间因为咱的教会奉献后分经常费，所以你若无写，阮就是直接甲你做经常费的奉献，所以你就爱去另外写啦你若无要写，就是直接进入经常费你若有写过程、感谢、见证其他的小组的奉献，咱就另写好清楚，安尼就会使所以请咱做伙来配合。这个时，请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上营每遍的诗，学乐上帝至高至尊。咱做伙起立，咱三个来吟。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我将恁交伫上帝的圣手，是要互恁的性命伫上帝面前，通领受着上帝搁真搁活的活命。互恁的性命虽然伫危难的中间，上帝要犹原要救恁，互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祝福伫在座所有听甲讲的人，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欢迎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在线上观看的弟兄姐妹，愿神赐福大家。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安静心。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心放在对的位置上面。神要引领我们走在平安的道路。愿你们平安，上帝赐福你们。